天时暗好，空气又安清。哎，大早有两位叔婆伯妹，淡水好顺，唔伫啲参详乜嘅哟？豌豆，前面要不要？为什么我突然忘记我们在录影呢？今天我们要上班赚钱的呢。对啊，你们好，客家你们好下吧。哎呦，调兵嘿，调兵嘿，真的是太忘记了，真的，我们聊得太开心了，太忘情了哈。两姐妹，两姐妹太久没有见面了。哎呦，今日嘅睇来宾就係婆婆媽媽親愛嘅台北柯以柔，收嘅好東西真心冇騙人，揾花錢沒感恩咯。哇！我看到来宾是可以的，我多开心呐！我就想说，哇，今天太轻松了，而且要跟你讨教的东西太多了。最近在开直播嘛，其实是当了妈妈之后要精挑特别爱细选，讲话，要精挑细选，对，还要经济又实惠。比如说你挑就要挑好用的，对要吃好吃的，对钱要花在刀口上，妈妈就是这样才有办法养大小孩。你说出我的心声了，啊，100%的。你一个，我3个，我真的是替你哭了。哎，不要真的。以往呢，每一个来宾呢都是要通过客家的考试。如果你教的那个推荐好物啊，那个话术呢，你平常在开直播的讲的那些话术有没有？你只要教会，你只要会讲。哎呀，这简单呐，真的吗？不能这样子，你们不能不理我啊！我理你啊，只是你都不讲话。我所以要出题的，然后我的耳朵还有听到你在呼吸。不能随便看什么都还讲。是要出任务啦。好好，对呀，那我们就考你了。我们第一关就先来考你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你木哈，水你木，好，音不好，你母好，吹音不，对你只要听到不是你很熟悉的语言，那就是客家话。对，啊，拜托啊，姐姐啦，今天拜托啦。哎呀，今天做嘛给嘞？自给自足啊，自给自足。去家多，去家生。自家走，去嘎色，去嘎做，去嘎色。好，第一个任务啊，第二个任务，包办，去家做都好，去嘎做都好。自家走都好。哎呦，很标准哦。第3關啊，来，第3關，三管齐下，雙竿齊下，雙棍齊下。这一句怎么跟很像广东话的？哎，怂搞啊，有时候跟那个火龙尾很像，很像有时候又跟客家话就是，这听起来就有一点点相似的。哎，我们客家话汉语系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来，雙竿齊下，雙棍齊下，雙棍齊下，雙棍齊下。好了，可以给边用的边用的买了，完了，一看他知道春节哦。好，來。哎呦，就可以攞照條愛見10多年嘅經驗，來到義烏下當然係3關多嘅挑戰咯。第一關啊，自家做自家食，就第一條路嘅行，空自家去潛了。各位美女好，现在自家做自家食，对耶，自给自足啊，给鱼丸都自己做，自给自足了，真的。哎呦喂呀，一隻可以咯，真係厲害喲！兩下班你就自家潛到體館嘅體點嘅啦，自家做自家食，每年都會掉愛好食嘅東西啦，顯示成功啦。所以其實這個阿給是有一點點，你知道，外表還可以吃到魚丸的口感。淡水專家盧燕琴，第一間店嘅做親冇用20年呢，包阿給做5年，冇一項事情靠忘記嘅喲。爆香了！我寫出來哦。這個5年包種寫出來，噴湯汁啦，湯汁噴出來了，懂齊呢，新鮮呢，齊呢。每天早上差不多4點就要開始做魚丸。吃飯吃等一下，你有需要到這樣子嗎？你真的是很久沒吃東西的嘞。不是很久沒吃東西，是好吃的東西不能浪費，哦，而且要害羞，你知道，好好吃哎。佩柔小姐，等一下哈，你快要被我們觀眾笑死了。真的是好吃，代表真品呢，因為他的嘴巴很挑。對，他常常在網老上店老公當然是挑，對不對？挑，對不對？是老公。先從老公開始挑，挑的老公要挑美食，好咯，挑到會來就是好吃的。推薦紅好食飯吃咯，對，飯人都好啊，哈，來啊，來第一隻，好，阿給，通下講哦，阿給，5元，6元，6元，用鹽，
法吉眼。法吉眼，哎，这个比较好念。法吉眼就那个澎湖啦，澎湖、基隆，基隆都有。呢個東西呢，都係小食啊。哇，全部都是小吃。小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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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小食。哦。你最喜歡什麼東西呢？我最喜歡阿給。哦，係最愛，係親愛佢，係親愛阿嘅。愛親愛阿親愛跟最愛的意思，親的很。哎，親愛。愛。好，這一定會講到，今天這堂就有講到的。湯水唔鹽，董後式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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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講阿嘅董後式。阿給董後式。厲害厲害。哎呦，一隻可以咯哦，毛毛嘅哦，張一開嘴哦，一個阿姨啊就當中意佢啦。呢度淡水老街巷嘅一間老店嘛，對民國45年就開始營業到一下，當然就算啊手工現做，調價樣未見這個老淡水嘅改變哦。那當時來到這個老淡水是怎麼樣來到這邊的呢？剛來的時候，從捷運站那邊就是以前的淡水車站，那就要坐那個三輪車。以前買賣什麼一定要來淡水，以前山上這邊就是你們的市中心，對，就等於市中心，你們的首都，而且又有碼頭嘛。本來這邊的斜對面那邊是那個魚市場，那個時候魚是整座山一樣。哦，好多呢，一府、二路、三艋舺。艋舺的東西啊，也需要經過淡水的輸出區。好山好水好淡水，哎，好吃的東西都在這邊，逛累啦、走累啦，進來對不對？淡水老街，青後高呢，哦，肥羊太假累了哦。唐代故事吼，愛做煙無聊，鐵觀自家做自家事，就可以愛挑戰自家做阿姐。一個愛心啊，係個樣嘅吼，愛做到調價陽光，做得掌聲高管哦。哇塞，我們都不同的，不同風格。我看其實是重量很扎實。海軍食都包括了，你看啦。食都包括了，有冇？包括了。我講你說了哦，真的。海派，海軍的海派。快 keep 嘅你啦，復習下哦。哎呀，復習一下，快點啦，畫畫嘎巴咯。媽咪，切格嘅阿姐啊，切格嘅阿姐，切格做切格色。自家做自家食。哎，切格色，阿姐。畢竟翻阿姐啊，有本來意思啊，都給我個本來，給你呢？哎呦，是蠻高的啦，再轉幾路。本太嘎，分給大家。好，過來有沒有買嘢哦？5元。哎，過來，偏偏有冇買偏偏有嘅啦嗬？6元。係啊，都可以講嘅，佢有啊，法幾元。好，一條全部都係小食。哎，過來，你親愛乜嘅東西啊？你最愛什麼？親愛。你親愛什麼嘅？阿給。哦，阿給這些呢，很好吃嗎？凍好食。哎，他說的話，凍好食。不同的語或者腔調。不同的，好，這樣會了哦。會了。好，你繼續做你對吧？會做又會講。那剛剛賣的阿給有成功就對了。有。那這一關，先生應該算有過關啦。過關啦。好，要做東後寬胸哦。繼續加油，好不好？邁向東後寬胸。成功。哎。請欣賞學俚語，我們 Q 下來學俚語好不好？好咯，肉法幾元？客家番薯三角元。哎呦，講個稱號哦，再留一百好冇？哦，再留一百哦。好咯，肉法幾元？
客家番薯三角眼。客家番薯三角眼。这个其实番薯盐哦，其实就是像彰化肉丸这样子，但是我们表皮是用番薯粉，所以他们称为番薯眼。哦，还有三角眼是透明的水晶饺。水晶饺。对，我们叫三角眼。我再念一次哦。福禄五肉白鸡眼。福禄五肉白鸡眼。客家番薯三角眼。客家番薯三角眼。今天很成功了，谢谢各位阿给美女们，谢谢斯莫尼。去摸，安子 C。淡水吼，老客家人没有当太嘅关系咯。早期嘅客家人大部分要喺喺天公路一帶，天地好多人變多嘅客家人，咪天天嘅冇講客家話，實在很大聲哦。唔過冇相干，因為呢就喺任務當中，老客家話潛進來，一路嘅鐵關任務吼，所以強鬆過關啦。下一個任務吼，一數爆盤，一路就有啲想法了。来到这个淡水这一带，我就突然想到，我以前不是做了10年的外景，对我曾经在这一带啊，采访过一个做包子的店家。我记得那个老板啊，他也是客家人。我跟你讲，他做的那包子不得了，你一咬下去，我记得脆脆的笋子，然后里头它的肉，因为它的拌料里头又加了一点纤维的胡椒粉，跟它特殊的腌料。让你这个肉包笋肉包，你知道有笋子的脆口度、清甜度，然后呢，它的肉吃起来不油不腻。哎呦，但想聽二佬按你講哦，我嘅口冷水哦，就溜誒，司機睇過，夾甜茶啦。二佬講哦，做嘅一模唔錯，但想皮下嘅小米啊，記就記得嘞。任務下出任務了 ，Let's go！ 哎，任務下出任務了。一手包辦。七家做都好。自家做到好，自家做到好，从可能贝条揉面，然后包起来变成这个笋肉包。我觉得现在八九不离十。只要料好有食材，經濟有食比嘅地方哦，就可能都按到蘇破百美啲啊材料啦。一見好啲探見公路順嘅4點嘅，讓我按上癮咯。哎呦，阿妹哎，一張出爐嘅包誒，哎呦，滿人都會掉啦。你看第一个，我拜托你3个孩子的妈，不要这个样子好不好？好吃啊！沿途就在说好想念的味道，你说我拿到手上能够不吃吗？反正。哇，你的是，我知道阿给，你的是长寿包，上面有打开的长寿包，来长寿包，不要闹了。你看第一个，我拜托你3个孩子的妈，不要这个样子好不好？好吃啊！沿途就在说好想念的味道，你说我拿到手上能够不吃吗？你看它这个扎实的肉块，跟那个笋块，料多扎实啊！是不是你以前吃那种味道？没错，真的就是那个阿婆的味道，没有变，好香哦。後生條架車元漢係當時拍冷肉包嘅第3胎，傳承阿婆40年嘅好手藝，手工現做，用料絕對冇錢仔喲。當時我想把這個筍包做起來，然後把阿媽的口味保留到現在。是為了懷念阿嬷這個味道，那剛好我們又搬到淡水的地方來，所以想要從那個東勢那邊搬對，從白人這邊搬到這邊來，那想說把這個東西也在好味道跟這附近的人分享。可是你1年4季都有這個筍肉包？沒有，所以我們是要在農曆的5月的時候，在5月底的時候，要把整年份的這個麻竹筍全部做起來。我們客家人就是會用鹽巴，對，一層一層一層把它醃製起來。它是經過山泉水的洗禮，所以它會特別脆。哦，你沒有用一般自來水，你用山泉水。啊，你真的因為高山的竹子都是山泉水，它那邊沒有自來水。自來水沒有到那邊高山去呀。以前都是要山泉水。哎，對。我們真的不要互吃了。哦，來學客家話。好，一定要學到講到竹筍。竹筍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。麻竹筍，麻竹筍，
马做顺。其他我们还有几种笋，我们顺便说一下。好，绿竹笋的六竹笋，六种顺，六竹笋，六竹笋，对，六种顺，鸡竹笋，给做可以顺，做顺，鸡竹笋就是贵竹笋，它的竹笋要在山上用用那个山泉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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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会用一个山山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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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西安呢，山水，山水，哦，那西安呢？山泉水，山泉水，山泉水。山泉水，来介绍一下你的肉。从阿嬷那一代开始，就是我们都是用黑毛猪的这个后腿肉，又是坚持，它没有什么太多的肥肉哎，你不要骗我哦，看起来很这个是黑尾鱼吧？像黑尾鱼肉。应该是说这个肉很漂亮，它的油花跟它的那个纹路有没有？最主要是让消费者知道我们的肉大块、新鲜，让你看得到，安心。良心事业。而且这个口感呐，然后包括整个那个，我觉得那个肉香，真的，一咬进去就感受得出来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觉得你因为你觉得一咬进去，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胡椒的香气，然后微微的辣度，这个配方也是阿嬷的时候，阿婆的时候留下来的。对，其实没有什么特别调味料，真的假的？客家人其实东西新鲜，简单的调味。刚刚说的好，新鲜，对，对不对？他就讲了新鲜。那客家人呢，唯一会调味的应该是油葱。油葱你有放老师？油葱，那胡椒粉嘛，胡椒粉，胡椒粉，有。搭配的胡椒粉，胡椒粉，等等，还有那个酱油，葱，青葱，等等，还有呢，调油，盐巴，调油吗？没有头油，没有调油啊，只有盐巴啊。没有，对，完全吃到刚刚吃到的东西，就是黑猪肉的甜味、香味。对，没错。哦，腐竹肉，听说腐竹肉，五毛的猪肉，烤腿係咪？烤腿肉。調價用心選了，難怪哦，大家就按學咯。一小時後學起客家言，唔過好冇乜嘅會講客家話呢。都好，今日就搶下來學客家話。嚟咯，客家嚟學咯，你學客話。哦，來，包子呢？保味，这个我不能吃，这个我能吃吧？馒头，那是什么肉包呢？顺肉包，笋肉包。哎，你多一下讲顺肉包，哎，酱油好记一点，顺油包，酱油了，坚持的肉一定要用，好了，黑毛猪，五毛猪，哎，我觉得要加一点点手势跟脚势去辅助，有没有？你看看顺油包，现在这五毛猪。我觉得你好像那个法师哦，就是好，来，这是你学的方法，很棒。对，只要能够记下来就是好方法。路边，哎，现在路边摆的哦，路边卖的哦，芦笋，哎，芦笋，很像芦笋，芦笋，芦笋开在芦笋，哎，好，很清凉。今天给你学新的东西了，热腾腾，一定要好的包子刚蒸出来，小碌碌，哎，小碌碌。你讲的不错哦，你没有背煮哦，你还是会哦。这句有听过。小碌碌，手撸撸，冇開住哦，小碌碌嘅，手撸撸哦，最喜歡一定要吃這種手撸撸的，才好吃，才香。還有呢？我們手工一手包辦的，手工做的。手工哎，手工哎，哎，手工哎，手工的，手工哎，手手工哎，把味。哦，手工哎，把味，哎，手工哎，把味。要看到小謝調價嘅通就冇啊！見不如天意館嘅衣服就佢爆出一隻醬，唔過啊，一下唔會掉出嚟嘅包味，就算高滾了。煙霧 start，去加州都好。啊，你不夠大聲，再一次 solo。加州都好。哎呀，很好啊，要勇敢講出來。我不是客家人，我都可以大聲說。是啊，你要像他一樣點評的蠻好，常念就會記得起來。对不对？那这个一手包办，今天我们就要来
怎么学呀？要做动怎么做呀？从压擀面开始。好，这样子，我就是后补的。好，中间有一个洞洞，为什么我们中间要留比较？因为我们待会拉的时候，它这边中间就会越来越薄。那如果你中间不厚一点的话，你待会拉的时候你就会。所以旁边要薄。对，旁边薄。好，接下来呢？接下来我们就包包子哈。好，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，要挑一下，比如说我们这有1块肉、2块肉，大概一般是要大概2块到3块，看肉的大小。对，然后笋子也要有哦。笋子要不准。对，笋子要让它吃到脆脆的笋子。好，2块咯，老板。我有2块肉了，2块肉多1块，好，3块。这样子嘞。这样 OK，那再放一点笋子。再放一点。那我的 OK 了吧 ？OK。我再放一点笋。哇，他刚才给同样精神的，就不怕人吃啊，尽量包。对，尽量包。他解释哦，我们讲隐身，讲隐身。然后呢？然后再来就是左手很重要，先不要转，好，所以我们捏起来的时候，左手就要跟着过来，好，跟着过来。这边有一个这个地方，我已经踩过去了。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哎呦，你好厉害哦！也可以留舅舅看。其实这个应该是跟我以前有做这个美食料理的外景经验有关，因为我常常采访很多的这种像这个店家老板，也有跟着做手工馒头的事情。老板这样可以吧？可以。后给安给噻。对，稍微后面再给它稍微给它成型一下。铲的。哇，你的是？哎，我不知道啊，给。不是，你的是叉烧包，上面有打开的叉烧包。不要闹了！阿妹哎，甜心啊，你做到有冇安讲？好得咯，用呀神一般的队友拯救呀一切。嘿，齐先生，一路安耶，应该过关的哈。有就通过了。通过了，来了，通过了，拍手。徐老师说俚语，有没有搞那个呢？好，我们是 Voktet 馒頭 ，Voktet 馒頭，踢槍柄 ，Voktet 就是丢掉了。啊，把馒头丢掉？哎，那多浪费啊 ！Voktet，他干嘛呢？为什么？他把馒头丢掉干嘛？为什么？他去抢饼。哎，去抢饼。他吃饼。他要吃饼，不是馒头。那个馒头比较没味道，对不对？哦，饼比较有味道。对了，所以他就把馒头丢掉，跑去抢饼了。那这个意思就是呢，趋炎附势。哦，攀岩附势啊，有点像那种墙头草的感觉，攀岩附势。要搏踢馒頭，踢牆壁，唔係好前進啊！唔該頭髮小些，即架就認真做了制作係做堅持的手工料啦，客家精神啊，堅持，硬頸就是什麼意思？硬頸就是硬頸的，硬頸，硬頸就堅持，硬頸精神。殡儀館自家做到好，你恭喜一路順利過關了。哎，小心條個安子死哦，挨一條我向下一站三支前進了。先生，我哋猜下跟手猜啊，吼。嘿，咩有得睇명面，睇你對呀佢啊？有啊，韓國就第一樣啊，從那來講誒。他常常來玩呢，這一關是老師帶着我們哦。這一關他熟門熟路。那一關給啊。韓國嚟嘅。直接先亮出來，哎，雙管齊下。雙管齊下。雙管齊下。雙管齊下做乜嘅呢？到底是做什麼呢？我們走過去看就知道。哎，行過來就像看到有一件蘿蔔嘅，一老煙霧有乜嘅關係呢？先生，講乜嘅豬啊？有看到嗎？圓形雞。豬啊！一等雞心上，啲蘿蔔就這樣。一條蘿蔔上雞。三芝啊，三芝這地方呢有很多的客家人啊，有一些姓范的啦，姓邱了，姓邱的啦，還有姓李的啦，姓李的就姨嘛哈，但是還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特色，什麼特色？雖然是客家人，但是都不會講客家話。哎，那就是跟我一樣嘍。你也是客家人嗎？你今天是半個？哦，我不是，我是說我不會講客家話啊，我來學的。那今天這個題目呢？雙管齊下。雙管齊下。這個跟有一個姓氏也蠻有息息相關的，對不對？哦，姓連。相連呢有一個兩台
哈，去屏东。在黑牙嘎上在那屏东。屏东哦，来也是靠近美浓那边啦哦，一个是屏东，在黑旗跟嘎上的你的嘎美丽，我的嘎有，跟我们两个有关系。对，但是很多人因为我们是那个不是我们是山线，不是海线，还是有这样分，就是山线海线就是有分客家跟闽南。对，所以我刚好不是客家的，对，你是海线的，对，海线的就是讲客家吼喽喂，然后那个如果是山线就是讲那个哈嘎瓦，那没有关系，今天这个缘分呢，又将我们能紧紧相系在一起。对，你看你美浓离那个又很近，好，那今天就来一起来寻找那个新店的关彩哈，松冠彩哈，来找一下，来情况是哦，武当台呢，有2年都还在华台去服，哎，真的是，有一个阿伯，家门阿伯，你好，我想请问一下哈，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个姓练的哈？有，練長節係喺到3字一片提起對嘅客家人，中山藥已經有30年了。对啊，爸你好。我们要找一个很有特色的，就是3只很有特色的。对，本身是客家人，但是不会讲客家话。你有这个特色吗？有。好，我给你看啊。来，我这里面来。哦，用手哎。哦，有看到管子，你看到吗？徒手挖山药。叫做任务课，要来出任务。好，那有主题叫做双管齐下，这样子跟你有没有关系啊？应该是有，应该是有关系。我种山药是，你种山药是用管子？对，这个我们还真不知道。3只有茭白笋吗？我很会卖山药的，然后山药，哎，你很会卖东西，但你不知道山药用管子做。品质才会好。今天让你了解。係咪當厲害呀？千面一館嘅煙霧嗬，係連外見10年嘅二佬都冇看過嘅水乾山藥。松乾彩下嘅煙霧啊，當簡單，在座的老山藥推薦到連練太哥都滿意，就算過關嘞。煙霧就提練太哥嘅天順行，俺就出發落去給煙霧了。啊，這個雙管齊下，這個管子到底是要幹什麼的？管子是要種山藥的。啊，這個跟種山藥這個種山藥哦。山藥，我是有聽人家講過，說什麼用管子去種東西啊，是為了讓它長得比較直嗎？比較直的。哎，真的會比較直啊？比較直。你誤打誤撞沒猜中。這樣我打給你看，你就曉得。我給你看啊。來，你來。我在這裡面來。哎呦，哦，是這樣嗎？用手哎。哦，有看到了。管子，有看到嗎？哎，徒手挖山藥。哎，你都不用戴手套呢哦。直接把這個管子，哦，這麼長哎，很重肩哦。這樣都長啊！哎呦，好漂亮啊！原來山藥這麼長哦。這個整個長5寸的。啊5尺哦。 5尺哦。這要跟我們身高比我們身高還高，對不對？這個山藥很5尺，很5尺。5尺啦。我球就是150公分啊，很有彈性的。會轉的。啊，對，很快。在這裡耶，醜陋，你知道嗎？要小心一點。哎，你看這個。阿貝，我問一下，山藥從那個種下去到這樣長到這麼長，要多久的時間？在那個下個月就開始種了，到8月才可以採。哦，那也就8個月啊，8、9個月，像生一個小孩一樣哎，就像快要1年。啊，這個對啊，這個採到哦，可以採到那個清明節。它可以採到4月清明節。對。8月採。對。可以採到4月。對。所以其實它也算是需要很長時間的一個照顧。這一根哦，這個算是漂亮的嗎？3台斤。那這一根算是漂亮的嗎？我拿看。真的哦，很重嗎？蠻重的哦。哦喲，哇，5尺哎，很重哎，怡柔你拿看看。哦，很扎實哎，這幾乎跟我們一樣高了，你知道嗎？啊。
5年才种成功。哦，这山药种30年了。种30年，但是花了5年的时间来研究出来，才成功了。山子上有嘅水管种法，做得本山药好，上到像志玲姐姐嘅腳，同樣又長又粗。安尼啲熱嘅時節，上看唔到山藥長團體，連太哥還講哦，有幾種嘅山藥啊，做得顯小顯色，哎呦，佢唔就像甘蔗咁樣。水管山藥哦，鐵白糖度，山藥沙西米哦，挨咩係鐵白糖度呢？补充一下荷尔蒙。哎，好脆哦，好像有点吃像水梨的感觉，它脆口度有没有？只是它有黏液的感觉，有一点点甘蔗的香气，它粉粉的，有味吗？淡淡的甜味。它的甜味不是那一种，很像是我们吃到什么番茄那种甜味，它是也不是我们吃到地瓜那种甜味，它是那种很自然的，也当降血糖、降血压，对吧？对啊。哦，然后就是还有人在讲这个山药是这个雌激素比较丰富，所以其实女生来吃会对这个身材的维护还不错。小朋友如果在那个女生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啊，我妈有炖给吃的。真的？对，真的雌激素，这有雌激素。那个膀胱。哎呦，老师你快点吃啊！你不要再吃那个地头的啦。我膀胱有力，不要紧，我不用了。女生顾雌激素，男生顾膀胱，所以男女都好，双管齐下。双管齐下。哦，对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学客家话，对不对？对阿贝，你是客家人，但是你不会讲客家话。今天特别的机会，我们一起来学客家话，好不好？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客家话找回来。勾起一下你的印象，好不好？客家话找回来哦，好，双管齐下。怂干切下。双管齐下。哦，标准诶，怂冠腿哈。这个又是一个没有背景的，真的，有那个，它就像山药一样有那个完整的根。汉年代啊，汉年代哦。牛下學學花。係煙烏客，牛户下，學客花，學下花，學下花，學客花，學下花。哎呀，還是哦，標底度，標底度，標底度，放在裡面是那個山藥。這個山藥吃起來對身體很好。對。東孔天，東孔天，哎，你看看，天，講得好棒啊！東孔天講得好棒。山藥一個山藥，芋頭我們說烏味，這個可以煮甜煮鹹都可以吧？對。吃起來粉粉的。我們煮甜的，我們說甜的，甜嗎？甜面，煮鹹的鹹，好，吃起來粉粉的，對不對？哦，粉，好，這種出來你看看，哇，又長又長又脆。雙管齊下，管子種的山藥又長又脆，又脆。重要的来了，真的，我要来考你了。前面2關都安慰講，好不好？我看我拿這個又寵又吃，看你要怎麼講。來，你來好好的賣一下。又寵又吃，這個不得了了。我看了這麼多心血種出來的，女生吃了顧身材，因為它有很豐富的雌激素；男生吃了顧膀胱，還可以顧腸胃，讓你保持長命百歲。包括呢小朋友，他的營養素非常的好，在他生長的期間呢，可以讓他又聰明，然後呢又護胃，然後就是減少看醫生的機會。那當然最重要的，山藥有什麼特色？生吃、熟煮、煮湯、煮鹹、煮甜的都好吃。所以今天我跟你講，這一條400塊便宜賣，對不對？400塊，沒有要再漲價了，就對了。沒有啊，400塊就400塊，對不對？對啊。阿貝，你聽到有沒有滿意？通過，過關。對，看男女老少，對不對？那你真的出山藥會養顏美白啊？養顏美白，就像我們一樣。老少咸宜的又寵又吃的山藥啊，今天呢一個叫400塊售出去啊，趕快開團賣啦！對，這個一組10條。我們2個是怎樣送到家？我們2個是怎樣賣起來的？是不是？沒有啊，其實真的，我覺得山藥我自己也很常買，真的無論拿來煮雞湯、燉排骨。那你現在吃到這邊很多了，這個
个不得了了，对不对？批发价了，对不对？真的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今天发现，原来要种出这个又长又直，就是靠这个管子，这个管子是阿伯研究了5年才成功的。对啊。哎呦，一路讲到自己都成管度练太高啊，行到心花去挖开啦！连從來冇公開過嘅水管種山藥啊，見比咪可以教太監樣嚟種哦！各位叔伯伯咩，日日留日嘅師傅會拿過來啊！冇上到一堂課哦，唔就了太嘞！这个我们是把它挖那个斜度哦，斜度哦，斜坡啊，挖一个斜坡。啊，那斜坡。来哦，赶快来学哦！要15度了，大概是15度。15度啊！啊，这个水管把它换下去哈，这种子把它换下去。种子，放1根就可以了。这里这是离这里要离1寸了，1寸啊，不能换平啊，那个换平哦，它跑到下面的它不进来了换好的时候哦，我们把这个泥土啊盖上去，那是技巧啦。因为我们以为水管放下去，把全部东西放下去就可以做了，不是。而且前面还留下1寸，1寸是多少？2.54公分。这要稍微计算一下。不错，这个小时候有认真念书啦。这样就完成了。这样就完成了。好了吗？哎呦，冇想到水管種山藥咁簡單哦！在全部都練太高提上嘅技術優良啊，大家都做得起種山藥開始，好多結構哦，我的山妹啊，沒去吃做看下啦。好了，完成了。耶！虽然种的有一点点乱七八糟，对啊，但是还是算是一个新手体验啦。对，它也让很多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比较在是都会里面都会女孩子，不能每年都种在这里啊。哎呀，有时候要换一个位置。我们是那个今年哦种小白笋，小白笋种2年以后再种这个山药，把它那个扩大好，到晒干的时候再种西瓜，7月就可以吃了。夏天。对，夏天这西瓜采收以后，11月、12月哦，就开始种山药。能做了，不然天天每年都种在那，没有收成的。没有收成的，对不对？巴豆腰啊。好，阿伯，那我们刚刚吃到那个山药是生吃的，我们现在有没有可以吃别种的？咱吃烧烧的无？有啊，那厝有猪烧我吃，有啊，猪烧的有烧的。哎呦，我想吃甜的，试试看好不好？我想吃甜的。好啊，阿伯走吧。好，走。一趟都有好食咧，一兩隻有貴嘅哦，笑都強強要比起來啦。連阿伯嘅愛心料理啊，愛上手來食了。吃山藥哇，而且有煮的是甜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还没有吃过甜的。2根。Q 的，这太会煮了，是谁煮的？太厉害了，阿伯的老婆。对。阿伯的老婆，是莫妮啊。谢谢啦。没 cake 啦。哦，好好吃哦。还没有吃过甜的。2根。你都有嘛？2根。枸杞。五眼睛，然后再山药。你的孩子闪腰。哇！我就3种东西啊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种哦。应该没有，就是这样。没有了，好简单，对不对？3种哈，小菌。做甜的。混。哦 ，QQ 的，这太会煮了，这谁煮的？太厉害了，阿伯的老婆。对。阿伯的老婆是莫妮啊，谢谢啦。没 cake 啦。哦，好好吃哦。那你是客家人吗？是的，按过你样讲。你跟我回啊，那也是客家人，也是，但他讲台语讲。太棒了！刚刚在那边挖山药、种山药，挖得很值得，因为现在可以吃到这一碗，真的
哇，货真价实，对，因为我们3个人种的要等1年之后才能够来收成。只好先吃阿伯种的。然后我们这样在那边聊天的时候，就发现阿伯真的是特别中的特别。你若有闲要食啥，你就来，你。我当家，我赶紧弄过来啊！什么时阵要来，咱无问题。哎，好热情哦！有箱子啊，有箱子的啦，有宅配的啦，我就无啊啦。哦，我是说特别的是什么？都是客家人，哦，祖先都客家人，偏偏不会讲客家话。阿伯姓练嘛，练习的练，然后阿木姓华，中华的华。中华民国。好特别哦！哎，我好像变华丽第一次听到姓中华的华，哎，你用祖先到这边你是第几代的？哦，这第7代的。第7代，种山药第1代，然后他来到这边是第7代。那你，你的小孩会不会讲客家话？不会。啊，他就不会讲了，真的教。没有啊，会有那个阿公啊，隔代。阿公会啦，爸爸也会啦。就你不会。哎，到我们这代才不会讲。啊，这话有听人讲。也要讲。第几代嘛，一个没教。拢袂晓讲啊，哎呀。这边的都是婆罗门啊，他是没有讲，没有那个环境了，没有说的机会。对啊，没有说。对，就像你把你丢到美国去，你可能都跟着讲一些 ABC 也不会讲中文，对啊。是一样。觉得环境呢能够造就一个人非常大的环境的变迁，环境的变迁讲得好啊。所以呢，在环境的变迁之下呢，我就要来跟你们家复习客家话啦。你有学客家话了？来，阿伯阿妹学下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一起来学一下。来。阿给，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，用外来语。阿给，对，这是阿给。阿给，没问题啊。阿给就是那个胆水呀，胆水要加那几条来对我塞冬粉。阿姨干嘛把山药啦？你都无食哦？你无，还没食。你无食哦？阿给你唔知？我从来未讲去问好食。有。他们都吃我这个名我唔捌听。我去食。住在山区没吃过阿给。是哦。鸡丸、肉丸这拢有啦，啊，这个鸡丸啊，这有啦。这拢有买等下去煮的，啊无煮啊。所以讲无多少钱。早知道我们带过来。对啊，交换一下。你带我就要调多买。没错啊。我们这位徐老师啊，我讲中文，然后他讲客家话，他讲完他教你们，你要讲一遍，好不好？他讲一遍哦，跟着徐老师说哈。好。鱼丸。燕。不要勉强啊，可以，很不错了。真慢慢练习啊。肉圆。用烟。这个拜哦。这个拜哦，哎呀。哎，我觉得我早上刚讲的时候还觉得怪怪的，现在讲了一整天下来，顺多了，你不觉得我的发音有比较标准？他也不是客家人，不是恁就读书，没啦，这就是吼，点讲就不要。没啦。好，用眼，然后花枝丸。法吉眼。我讲起啦。法吉眼，法吉眼。法吉眼，好来。小吃。寿参。小吃，最爱。练阿伯是华阿姆的最爱。亲爱，对，很好吃。董后生。第二。我们今天有吃到包子。保味。馒頭。黑毛猪。烏毛豬。对啊，路边。蘆筍。蘆筍啊。怎麼講好呢？熱騰騰。來，小碌碌。
小乐乐，哎，有记起来，声音有点不太标准。你负责叫阿公好。哦，小乐乐，小碌碌，小乐乐也拍谁了？他有点不太习惯。手工的，手工的哦，手工的。手工诶，手工的，手工嘅，手工的，手工的啦，手工的啦，手工做是这个。你讲台语啊？手工的，手工的来意啊。好，再来这个哦，标底度，中底度，中底度放里面，当然要放在那个管子里面啊，有没有放在管子里面？有啊，中底度，标底度，吃起来很健康。这个很健康啊，这个山药啊。东空天，东空天，山药，山药，山药，你们家山药，把山药都变成另外变放屁了。山药，他觉得加山药哦比较好。加香油，那芋头，乌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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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无味，乌味，我啊，我头啊，无味，乌味，乌味。阿妹一直想要让他跟国语混好，在一起。再来煮甜的，甜的，甜诶，甜妹，哎，好甜妹，甜妹，哎呦，甜妹啦，好，再来，好妹，好妹是咸的，好妹，还没，好妹，吃起来的，粉粉的，口感粉粉的，混混，混，哎，混混，哎，又长又好。你种的山药啊，又长又长，又痛，又长，又长，哦，很棒哦，都有跟上哦，阿木哦。那接下来了哈，七星山共鲤鱼，山药，快山，百山，苏巴树，收把薯，烧酒底啊，烧鸡鸡，一家七股，一家七股，三家名。三个面，这个山药呢，它有3个名字，它当做药用的时候叫淮山。淮山，哎，是这个淮还是那个淮？汤的淮山，哎，对，都可以。哎，淮山。我看着很有名，淮山比较有名吗？很有名，很有名。哦，汉药的这种出人生来这里有淮山的名店。对啊。你哪嘛？松柏薯是不用水管种的时候。原生种，有的烧鸡鸡较无讲。对，其实都是一个名字，一个做贼的人哈，对，他会取好几个名字。做贼的人会取好几个名他会字。有奖名啊，他被人抓到他可以逃，对呀，好。去了一个新的。对。那我们就用这句话来形容这个山药哦。哎，好，再念一遍哦。山药百山苏柏树。山药百山苏柏树。哎，一家七股三家名。一家七股三家名。山药百山苏柏树。山药淮山苏柏树，哎，一家七股三家名。一家七股三家名。哎呀，好棒！标准，说得好棒。今天很开心呐啊，整个勇闯3关，然后关关顺利，关关过，对不对？而且就最后面学了好多。哦，这个 happy ending 一定要来一下，阿木的爱心，真的，对不对？闪耀，一楼开个团，哦，把我的客家话好传达出去，好不好？还是你要开班授课？哎，可以，我是教授级的，但是反正晚上我觉得播着徐老师。只要能够准时收看节目，哎，真的，你就可以像我一样，从完全不会客家话，对就开始学。好，那这样子，任务课呢就到这一边呢，下礼拜继续收看我们的任务哈，下个拜。